屏东的明阳国际这工厂发生火灾，造成真侪消防人员也有员工的伤亡。外界也开始伫咧批评这消防机关。不过有专家认为讲，真正的罪魁就是明阳公司。外界就爱去理解讲，这重点是企业防灾，唔是消防救灾。啊，对企业先做好防灾，才会当避免意外发生。另外，有消防员要求爱做工会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讲，未来会谨慎考虑。 屏东明阳工厂爆炸火灾事件，造成消防人员甲公司的员工侪人严重伤亡。消防专家林金宏发文讲出灾害关键的原因，并不是消防救灾，问题是出伫咧企业的防灾。企业防灾才是灾害发生的源头。可是我们只要在有消防人员罹难，大家都在检讨消防行政，大家都在检讨消防救灾。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有必要让社会大众做更深入的了解，也能够去看到真正的关键问题。 林金宏指出，明阳公司预防工课若有做好，莫发生火灾，就袂发生员工甲消防员罹难的悲剧。关键的原因是火灾到底是几点发生的？是安怎有遮尔啊侪员工调伫内底？工厂司当时有做啥物应变措施？应变的过程当中敢有问题？呼吁行政院伫咧考虑互消防员做工会的时阵，嘛应该需要求企业重视消防安全的管理，甲做教育训练。针对消防员敢袂当做工会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做出回应。 消防员组工会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会审慎的来考虑。由于消防员呢，本身是公务人员，所以行政院会与考试院来持续做很好的协商。消防员的这个资讯权真的有完全来做一个落实吗？所以因此资讯权相关的一个法则的修订，也是我们未来可以检讨的一个事项。 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明阳大火的事件，有立委建议讲，除了互消防员做工会，包括设备、人力嘛要改善。另外，企业敢有完整公开平面配置图，甲工厂内底有放什么物件，嘛拢爱做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